雪克杯装满冰块。倒入果糖 1.5 杯盖。茶汤加至雪克杯上缘。盖上雪克杯中盖，再盖上盖，手指顶住上盖，用力雪克，次数约12至20次，摇出有泡沫，口感较为绵密。打开上杯盖，汤汁倒入空杯中，倒完后，打开中盖，将其余冰块倒入饮料杯中，并用中盖将泡沫抹除。起封茶叶。饮料原料：茶叶，批发供应，饮料课程教学。网址输入关键字起封，搜寻，或于下方点取官方网址 https://3w.1259888.com